2026年6月8日每日靈修，常常思念親近主，遠離試探誘惑。575不被私慾誘惑。每日靈修小品。經文：人被試探，不可說我是被神試探，因為神不能被戶試探，他也不試探人。但各人被試探，乃是被自己的私慾牽引誘惑的。雅各書1章13至14節。小故事：在一個山谷中，住着一群猩猩。這些猩猩非常喜歡喝酒，附近村民熟知他們的習性，便特製了一些酒，想引誘他們上鈎。那些猩猩十分聰明，很清楚村民的詭計，轉身就走。可是這個時候被陣陣酒香所吸引，忍不住回頭偷看。當猩猩發覺那些村民已走光，便放下戒心，紛紛折回去，繞着那些美酒，然後受不了誘惑，於是大家放大膽子，學人們喝那些醇酒。由於美味可口，就一喝再喝，完全不能自制，結果個個都喝得酩酊大醉。這時村民趕忙出現，把他們一網打盡。默想：引誘總是一步步來的，撒旦也知道我們很謹慎，所以只是先丟一些試探在那裏，等那些按捺不住的人上鈎。當你想淺嘗即止時，你已經中了撒旦的詭計了。回顧近日來的生活，是否有哪些破口讓撒旦有機可乘呢？禱告：愛我們的阿爸天父，因你的恩典和慈愛，你是我們的救主，我們的幫助。我們生活中常常遭遇試探和誘惑，求你加添給我們智慧和堅定的信心，使我們不要體貼肉體的情慾，迷戀今生的該傲，反而要追求天上的事，思念你的國度，讓我們的生命榮耀你的聖名。禱告是奉主耶穌基督的名，阿門。